对。虽然当然会有一个压力，然后一个挑战，但是我相信，当我们提起勇气，然后去报名比赛，真的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，然后勇敢的唱出来，其实后面不论结果如何，其实我相信这个过程都是美好的，一定都会有收获的。真的哎，所以你们在比赛的时候虽然紧张，我们要想一下学姐给你的鼓励，好不好？好，但是呢，在这边我先插播一下啊，我们前面1号到10号的同学，1号到10号的同学，请在我们面对舞台的右手边来准备，也顺便让我们学姐看看你们的面容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让缓解一下大家的这个紧张。对，那待会呢，我们学姐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你们稍微都在这边听上我们学弟妹唱的新歌啊。因为我觉得呢，学姐算是学姐，我们在比赛压力很大，我们可以用我们过来人精神来跟他们讲说，比赛到底帮助你什么事情？比赛该注意什么？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。对，因为我们唱歌，我们的音箱，我们的乐器就是自己的身体。有些人都说，就是把大家当西瓜就好了，结果你是说保持身体健康。对，因为其实说实在话，就是我们如果有好好的就是观看红人榜的比赛，确实有几次会遇到选手刚好身体不适。那当你的身体没有办法自由自在的去发挥的时候，说实在话，确实在歌曲上的一些呈现会稍稍有点影响。对，所以我觉得第一就是照顾好健康。那当然就是比赛的时候有压力，那个真的是在所难免。但是没关系，你一定要就是相信自己，要肯定自己可以。然后就是深呼吸、吐气，然后在上台的那一刻，就是勇敢的告诉自己说我可以。我觉得这个很好的方法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呢，你就是要给自己自信。我觉得不管在台上还是说我们平常在工作的时候，给自己一点自信呢，其实对自己最大的帮助。是的，是的，没错，就是最终还是要自己给自己力量。对呀，你看我们那个学姐姐给你的鼓励，一定要听进去哦，因为这是非常的有用。你看她身经百战，过了几关，看自己下看，然后除了过了几关之外，你知道每次录影都是相当的累。对，你看第一天要彩排，对不对？对的。第二天你就要那个录影。对，而且就是正式录影的那天，其实是会一大早就投到摄影。是。然后就是前面就是要先着装啊，然后再来会在一个简单的次过的彩排，然后再等所有的都就绪了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开录这样。所以这其实时间会很长，所以我才会就是第一点就是说真的要把自己的体力跟健康照顾好，因为其实我们进那个棚的时候，并不是说我们节目所看到的就是1个半小时，对，其实是很长的时间在做准备。是，那每一个人都很辛苦，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们要拿出自己的心情，对，好好的唱给我们的评审老师听。说给评审老师听，其实我觉得唱歌有时候是享受在自己的当下。没错，真的就是真的，当你比赛的那一刻，你就把自己完全交给乐手，对，你就相信这首歌会带你去该去的地方，然后对。对，就是我先这样宣传一下，就是我这一次20关挑战完成之后，我的那个就是出道的单曲嘛，就是我的很好的一部，我的那个单曲就是新马对，然后是有2位超级大师联合创作的，一位就是我们今天有在场的许常德阿德老师，然后另外一位还有演歌天后詹雅文老师，他们2位大师联合创作的我的这一首出道单曲，真的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美妙，然后很幸福、很珍贵的一个礼物。那有什么最终订阅的？对，就是我有粉丝专业，就是找超级红人榜魏秀宇就可以找到我。来，你让每一个参赛选手都给我按赞，对，按一下，按一下。对，然后就是这首歌是总统的演歌的风味，然后其实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来点播来看一下，而且阿德老师在我的这首 MV 也花了很多的心思，对，也非常非常的好看。所以希望呢，这个好歌呢，我们可以延续下去。如果听到学姐好歌呢，立马的学一下，要不要改天比赛可以用？对一下，来挑战一下。对呀，好啦，我们呢也要呢。
别带来这首歌，也是想要把满满的鼓舞信心，透过这首歌给在场的就是学弟学妹们、就是孩子们、学生们、对，就选手们，然后希望你们等一下在舞台上表现都会非常的出彩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们用掌声来欢迎我们的佳玉，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演出，勇敢困境。
没有他呢，就没有那么多优秀的歌手可以站在舞台上唱歌，那么棒的这个舞台给他们发挥。来自我们超级好人榜最重要的幕后推手，让我们欢迎制作人诗诗姐，掌声来欢迎！最漂亮的诗诗姐也是我们超级好人榜的制作人，用尖叫声跟掌声的欢迎！对，其实呢，我们制作人是校友哦，所以呢，刚刚呢，在我们开始之前呢，我们思思姐也是一直在聊一些呢我们民传大学的这个故事。大家拜拜。